弟兄姊妹朋友早晨，主內平安。感謝主，我哋又平安咁過咗一個禮拜。有好多嘢唔係必然會發生，唯有靠主嘅恩典。喺分享神話語之先，讓我哋同心禱告。慈愛天父，我哋感謝你。人生總有起伏，好多時都不似預期，實在難以掌握。唯有靠主嘅恩典，靠聖靈同在，引導我哋更加明白上主你嘅心意。以上禱告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嗱，今日呢嘅講道呢會多少少經文嘅，咁所以都提翻大家，如果可以就大家去後面或者係出面攞翻張筆記，咁有比較即係啲經文嗰啲就可以跟得好少少。咁大家過去一個禮拜唔知道有啲乜嘢事情發生過呢？喺祈禱會嘅弟兄姊妹就可能會了解多少少。我過去一個禮拜呢都經歷咗一啲特別少少不似預期嘅事情發生咗。咁原來主耶穌嘅門徒彼得呢、雅各同埋約翰呢，過咗6日之後呢，亦都係經歷咗好多特別嘅事件啦。經文就講到，主耶穌同門徒上咗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跟住有雲彩遮蓋他們，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係咪俾我哋睇聯想到主耶穌受洗嗰一幕呢？喺第3章16至17節呢，耶穌受洗嘅時候亦都係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係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同時出現嘅一個場景，去具體表達。喺呢一段就係睇到主耶穌嘅榮光，主耶穌嘅登山變臉，咁究竟俾我哋有乜嘢嘅啟示呢？就喺上文呢，就講到主耶穌就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咁呢個呢，就係我哋上2堂就係講到16章嘅。西門彼得就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主耶穌就話：彼得嘅答案係因為天上嘅父親所啟示俾佢，即係佢期待已久嘅彌賽亞。咁大家應該好雀躍、好興奮。咁所以點解主耶穌就即刻吩咐門徒唔可以對任何人講佢係基督、係彌賽亞，就係佢哋期待已久嘅拯救者。點知主耶穌就同門徒繼續講落去，就話俾門徒知佢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啊，要被殺，第3日復活。一講到要被殺，咁點得㗎？你係拯救我哋㗎嘛？咁你跟住就俾人殺咗，咁我哋點呢？咁呢啲咧就係16章講緊嘅嘢。跟住4月份嘅時候呢，我哋就講到主耶穌仲同門徒講要捨己，要為主喪掉生命，就必得着生命。即係話自己要被殺不特止，連門徒都話要喪掉生命喎。即係話門徒將來都要死，先至可以得到生命。咁講緊係乜嘢呢？對於普通人嚟講，呢一個唔係好合乎邏輯嘅事。就係因為咁樣，主耶穌就帶住佢3個最親密嘅門徒上到山，讓佢哋親眼睇到主耶穌嘅榮光。咁當然我哋知道最後主耶穌復活升天嗰一刻，更加有500幾人睇到主耶穌升天嗰個榮耀嘅時刻。主耶穌要讓佢3個最親密嘅門徒睇見，主耶穌跟摩西同以利亞傾偈談話。摩西係律法嘅代表，以利亞就係先知嘅代表。
係俾當時嘅猶太人去明白摩西五經、律法書同埋先知嘅時代已經過渡去主耶穌新約嘅時代。主耶穌就係要以呢一個景象去鞏固門徒嘅信心，能夠對主耶穌嘅身份有更高嘅理解，同時亦都要俾佢哋需要嘅嗰一份嘅安慰。要話俾佢哋知道，唔係主耶穌去死，死咗就乜都冇，唔係咁樣樣。係要話俾門徒知道，主耶穌係神，佢嘅國度喺天上面。咁門徒嘅反應係點樣呢？真係幾大喎，同埋好清喎，個鏡頭真係幾好。門徒嘅反應究竟係點樣呢？咁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係非常之驚恐，好驚好驚嗰隻。咁主耶穌就同佢哋嗰個方向咧行過去，摸佢哋嘅意思咧，即係要親手去安慰佢哋，係一個好溫柔、好親密嘅表現。起來，不要害怕。當佢哋起身嘅時候，咩人都見唔到，只係得見到主耶穌喺嗰度。起來，不要害怕。呢兩個動詞嘅語氣係命令式。呢一個係主耶穌俾門徒嘅命令，對於當時嘅門徒係一個景象，係非常之震撼。佢哋經歷咗3年同主耶穌一齊生活，見到好多神蹟奇事、醫病趕鬼，心裏面知道呢一個唔係一個普通人，而係舊約所預言嘅彌賽亞。但係知道係頭腦上嘅知道，而家係眼見，係觀感上睇得見，嗰一份嘅 impact 係好震撼。門徒係處於一個十分敬畏嘅狀態。主耶穌呢一個命令唔單止係俾當時嘅門徒，而且亦都係對於今日嘅我哋都仍然適用。喺我預備講章嘅時候，不要害怕呢4隻字呢就好吸引我，好有感覺，好似主耶穌係同我講緊咁樣。再靜落嚟嘅時候，思想過去幾個禮拜嘅情況，再睇返呢3個禮拜，主耶穌為我哋所揀選嘅經文。弟兄姊妹如果同我熟絡啲嘅呢，都會知道我係有選擇困難症嘅。咁所以呢啲講道經文呢，我係一路咁跟住落嘅啫。咁4月尾呢，就要預備5月第一個禮拜嘅聖經人物講道，因為我哋第一週就係講聖經人物。咁當時呢，經文呢就係喺撒母耳記上23至23章嗰段嘅。咁呢就係喺第3節呢，就講到大衛嘅部下呢對大衛所講嘅一番説話。呢啲經文喺第一個禮拜已經講咗噶啦。咁呢就係講到我哋喺猶大地喺呢一度都咁驚，更何況你叫我哋去基伊拉嗰度攻打非利士人嘅軍隊？咁跟住呢，大衛呢就求問上主應該要點做呢？咁呢啲見步行步，就行步就會見步，咁樣就係一路佢就係咁樣向前去行佢嘅路。咁跟住經文呢，亦都係講到大衛知道掃羅要出嚟追殺佢。經文就好輕描淡寫呢，咁樣就講到約拿單動身，去到15至到17節上嘅部分。約拿單動身，即係話就起程就去樹林嗰度去見大衛。大家睇聖經嘅時候呢，睇到呢度呢，會覺得好輕描淡寫咁講到動身就去到樹林去見大衛，咁就見到噶咯。咁但係睇翻掃羅呢，掃羅係出動晒成隊人去揾大衛，揾極都係揾唔到嘅。咁其實係好明顯，呢一個係上帝嘅保守。約拿單就對大衛講：不要害怕，亦都宣告咗大衛將會成為王去統治以色列。俾我哋睇到，當面對疑惑，就算係被追殺，又要去打仗，就快死嘅邊緣，咁我哋點呢？我哋可以仍然係去倚靠主，去求問主，去問上帝，我哋究竟應該點算呢？
問上帝，我哋可以為佢做啲乜嘢呢？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呢？去等候上主嘅指示。跟住上個禮拜，即係第二週，咁就係第二週呢，我哋通常呢就會係講創世記嘅。咁上一個禮拜呢，經文呢就去到21章，咁亦都非常感謝主啦，就為我哋預備咗夏甲呢一位被神聽見嘅母親，成為我哋母親節嘅訊息。喺當中就講到夏甲同埋佢個仔以實瑪利被趕走嗰一幕。佢哋離開家園之後，就行到去荒野，咁跟住呢啲水就飲晒喎。咁嗱，我哋都知道啦，當冇水飲嘅時候，仲喺烈日當空之下，咁我哋會點呢？正如頭先阿法弟兄都同我哋講到，我哋琴日好彩落咗一場雨，跟住之後呢，我哋喺嗰度活動嘅時候呢，都唔會太曬。咁但係你諗下喺個荒野嗰度冇雨落，靠佢嗰個皮袋嘅水飲晒之後點算呢？其實佢哋個情況係好危險嘅，其實好快會死嘅。就喺呢啲咁樣嘅困境裏面，神嘅使者就從天上呼喚夏甲，叫佢不要害怕，因為神已經聽見嗰邊嗰個孩子嘅聲音。當我哋面對困境，真係喺肉身上就快要死嘅邊緣，我哋聽唔到主嘅聲音呢？主耶穌一路呼喚我哋有冇聽到呢？我哋係咪願意去相信我哋呢位主俾我哋嘅說話呢？係咪願意去俾佢鼓勵呢？佢俾我哋嘅應許，我哋有冇去聽得見、睇得到呢？我哋有冇因為咁樣，從而去信靠佢，跟住佢去行呢？跟住經文就嚟到今日呢一段啦，就係馬太福音17章去到6至8節呢一段，就係講到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耶穌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當人極其害怕之際，係主耶穌主動行埋嚟，以溫柔嘅手去安慰我哋，話俾我哋知道，起嚟，不要害怕。當我哋覺得自己一個人面對困局，自己完全唔知道點算，去到恐慌嘅狀態嘅時候，甚至會失去信心。我哋失去信心係成日都有嘅，即係正如琴日我哋都曾幾何時都會有失去信心嘅時候。但係主耶穌叫我哋做乜嘢呢？叫我哋望住佢啊，定睛喺佢身上，望住佢，唔好望環境。主耶穌要我哋親身去經歷佢嘅奇妙作為，佢係要塑造我哋去見證主耶穌基督。咁我哋一路鼓勵大家不要害怕。咁我哋首先了解一下，咁我哋人通常會害怕啲乜嘢呢？嗱，我哋人一路成長嘅時候，可能會怕咩嘢呢？可能會怕失學啦。點解會怕失學呢？讀書唔成啦，咁俾學校踢出嚟，咁點算呢？咁繼續大個啲嘅時候，可能開始尋找人生伴侶啦。咁有機會即係感謝主啦，我哋揾到一個拍拖啦，係咪啊？咁我哋又可能又驚失戀喎。咁我哋可能驚失去隔離嗰個啦。咁係咪自己做得唔夠好呢？咁到咗出嚟做嘢嘅時候，又驚自己表現唔好喎，公司俾嘅 target 今個月又搣唔到咯喎。咁我哋會唔會失業嘅呢？點算呢？咁仲有喺工作上，我哋好多人際關係，我哋又處理唔到咁嘅時候，咁又點算呢？搞唔好個人際關係，同你上司搞唔掂嘅時候，你嘅飯碗其實都好危乎嘅。其實咁到咗，終於可以結到婚啦。咁顧得頭家還是顧得份工呢？你顧得份工又未必顧到自己喎。顧自己都未顧掂，咁仲話要諗下，要顧住啲細路仔喎，要生翻啲 B 出嚟喎。
咁又驚冇時間陪隔離嗰個喎，佢又唔諒解我，我又唔知點樣講得佢明，咁會唔會去到失分咁弊呢？咁去到中年嘅時候，當我哋回顧過去，覺得自己好似乜嘢都冇做過，有時會唔會覺得自己好似有啲失敗咁呢？人生好多時我哋就要面對呢一啲唔同嘅階段，咁大家就唔使咁沉重住嘅。咁我哋就睇一睇聖經裏面有啲咩例子先嚇。咁唔係淨係得我哋係咁噶嘛，係咪？嗱，咁呢，喺創世記12章11至到13節呢，即係大家嘅筆記嗰度都有寫咗喺度噶啦。咁呢，就係講到喪失生命啊。經文就係咁樣嘅。快到埃及的時候，他對妻子撒萊說：求求你，我知道你是個美貌的女子，埃及人一看見你就會說，這是他的妻子，殺了我，讓你活着。咁點呢？咁跟住呢，亞伯蘭呢就求莎拉，就求你說你是我妹妹，這樣我就會因為你而得到善待，靠你保住性命。嗱，呢一段呢，就係亞伯蘭喺，即係亞伯蘭就係亞伯拉罕未改名之前啦。咁佢遇到饑荒，就去到埃及，佢對妻子撒萊嘅一番嘅説話，佢係為咗保住自己嘅性命，要求妻子只係同人講佢係佢嘅妹妹，會因為佢妹妹嘅關係而得到善待啊！就係亞伯蘭害怕喪失佢嘅生命。喺出埃及記32章21至到23節，經文係咁樣講：摩西對亞倫說：這人民對你做了什麼，以致你給他們帶來這宗大罪呢？咁亞倫係摩西嘅哥哥啦，咁佢哋有番咁嘅對話。亞倫就話：求我主不要發烈怒，你知道這人民在罪惡裏，他們對我說：給我們做一些可以走在我們前頭的神明，因為把我們從埃及地領上來的這個人摩西，我們不知道他出了什麼事。當摩西去到山上之後，亞倫就同以色列人民一齊。亞倫就係懼怕呢一群嘅群眾佢哋嘅壓力，跟住就順應咗呢一班人民嘅要求，係做咗金牛犢出嚟，俾呢啲人民去敬拜。佢面對群眾壓力，佢就失去咗領袖重要嘅角色，要帶領人民，而唔係被人民去牽扯，帶住唔係俾人民去帶住嚟走。跟住民數記經文就係記載喺民數記13章28至到33節。但是住在那片土地的人很強，每座城都堅城，又非常高大。我們還在那裏看見亞納的後裔。那些曾經和他一同上去的人卻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裏的人，因為他們比我們強。而且我們在那裏看見的人個個都很高大。在那裏我們看見了巨人，亞納人來自那些巨人，即係亞納人都係巨人，好高大咁樣嘅意思，使我們看到自己好像蚱蜢。他們看我們也是這樣，他們看我們也是這樣，即係話佢哋好神高神大，睇住我哋好似隻蚱蜢咁嘅狀態。咁嗱，民數記13章呢一度呢，就係講到摩西就派探子去打探迦南地。咁除咗迦勒話要立即上去攻取嗰個地方之外呢，其他人只係見到嗰個地方啲人好強大，每個城呢都係好堅固，非常之高大，對方就好似巨人，而自己就好似蚱蜢。
人就好容易被環境嚇怕咗，跌咗落去比較呢個陷阱。我哋唔好同人去比較。第4段經文就喺約翰福音9章22節。經文係講到，他的父母這樣說，是因為怕猶太人。原來猶太人已經議定好，無論誰承認耶穌是基督，就要把他趕出會堂。咁約翰福音第9章呢一度呢，就係記載咗一位生來就係瞎眼嘅，竟然就被主耶穌醫翻好嘅一段嘅事蹟。當佢嘅父母被法利賽人去問詳情嘅時候，佢嘅父母就講咗以下呢一番説話：唔知道點解個仔而家可以睇得見？邊個令佢開眼？唔知道喎，佢已經係成人，你哋自己問佢啦。咁樣嘅，佢阿爸阿媽就係咁樣答嘅。父母咁樣講呢，其實就係因為怕咗呢一啲嘅猶太人。原來呢一班猶太人已經商議好，邊一個承認耶穌係基督嘅時候呢，就要將佢趕出會堂。喺當時被趕出會堂，唔單止係冇得嚟崇拜，即係我哋而家覺得好簡單啦，冇得嚟崇拜啫嘛。我嚟少一次有乜所謂啊？或者我唔嚟幾一個禮拜都冇乜所謂啦，係咪啊？但係當時唔係啊，當時係更加重要嘅係冇咗佢嘅社交生活啦。即係唔好似我哋而家咁噶嘛，我哋唔返禮拜日咁，我哋仲有其他時間可以見啊嘛。咁但係嗰陣時係冇嘅。咁你唔喺主日崇拜嘅時候即係唔喺崇拜嘅時候出現嘅時候呢，係唔會再有人理佢哋。喺迫於無奈之下，佢哋就會怕咗呢一啲嘅威權勢力。人常常都害怕啲乜嘢呢？簡單講就係害怕失去，更加害怕失控。自己冇咗能夠控制嘅嘢，例如自己能夠控制嘅能力，自己能夠控制嘅人。但我哋有冇諗清楚，人生係咪要咁樣呢？我哋要放鬆啲，更加要放過自己。唔係要去控制人哋，而係要做好自己。如果我哋每一個都能夠跟從聖經嘅教導去行事為人，我哋做乜要去控制其他人呢？最重要嘅，我哋要知道創天造地嘅主先至係，而家嘅 term 就用 CUO 啦。咩叫 CUO 呢？就 Chief Universal Officer。有 CEO 就係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啦，CFO 就係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啦。咁我哋嘅天父，我哋呢個創天造地嘅主就係 CUO 啦，就係 Chief Universal 嘅 Officer， 就係整個宇宙嘅主管啊！佢先至係掌控所有嘢嗰個。我哋要常常提住自己，唔好坐咗主耶穌個位，要俾翻主耶穌去掌管我哋嘅人生。我哋只係需要順服去回應上主嘅呼召，上主嘅帶領。喺聖經裏面呢，其實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彼得不認主。詳細經文呢就唔會喺呢度讀噶啦。咁簡單講，大家都有啲印象嘅，應該就係彼得係礙於威權，見到主耶穌已經被官方捉拿，睇見嗰個環境不利於自己，喺群眾壓力之下被問3次是否認識主耶穌，是否同佢一夥。佢為咗保存自己嘅生命，最終選擇3次不認主。大家喺度諗，彼得啫，彼得先係咁啫，我唔會噶嘛。但係好實在，人性係軟弱，唔係鼓勵你俾藉口你唔認主啊，而係講出呢一個實情俾我哋去預早預備自己，要常常禱告，從禱告當中支取力量，求聖靈去幫助我哋經歷嘅時候，就算最終失腳都要回轉。咁講咗咁耐，驚啲乜嘢，怕啲乜嘢？咁究竟我哋應該害怕啲乜嘢呢？
主耶穌早喺馬太福音第10章28節就有咁樣嘅教導：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呢一個他就係掌管萬有嘅三位一體獨一真神。我哋要記得。跟住喺舊約聖經裏面，但以理書3章8至到18節呢，就講到有3個青年人嘅記載。嗱，簡單講，但以理同埋佢嘅朋友當時係被逼去拜金像，但係佢哋寧死不從，就算被抌落火窯都唔肯去拜個金像。聖經裏面有一句咁樣嘅説話，就係但以理講到：尼布甲尼撒啊，這件事即係嗰個王嗰個名啦嚇，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們所侍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即係話就算唔救，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係好斬釘截鐵咁樣話俾尼布甲尼撒王聽，我哋嘅神係會救我哋嘅，就算佢喺呢一刻唔救我，我都唔會侍奉你噶啦。但以理呢，其實咧係好清楚，佢就算生死攸關擺喺面前啦，佢都知道佢侍奉嘅嗰一位就係創天造地嘅主，而唔係嗰嚿金像。我哋要怕嘅就係要敬畏呢一位創天造地、掌管萬有獨一真神。嗱，呢一段嘅經文大家應該好熟嘅，咁請大家一齊讀，1、2、3。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係啦，我哋要知道我哋要知道點樣去尋找智慧呢？我哋要知道就係敬畏耶和華。我哋諗下點樣可以個人聰明啲呢？就要認識主耶穌啊！好，跟住同大家報道一宗新聞。咁呢一宗新聞呢，就係一個醫療事故嚟嘅。咁發生喺邊度就唔講噶啦。咁呢個呢，就係醫院事故。咁但係遲啲發翻呢個圖俾大家，喺個群組裏面，咁大家就會慢慢睇下。咁呢個醫療事故係發生咗咩事呢？原來呢，醫院壞冷氣。咁我喺度諗緊，壞冷氣好閒嘅事啫係嘛？好閒嘅事啫應該係嘛？咁原來唔係嘅喎。跟住呢，佢就係第一句就係醫院壞冷氣啦。咁我睇完醫院壞冷氣做乜事要報呢？跟住睇埋落去，原來話手術室冷凝水濺病人，吹哨者醫生而遭院方封殺，披露事件全為公義及病人利益。係講緊咩呢？原來有間私家醫院呢，就被指出呢係去年又曾經發生過冷氣故障，咁導致呢手術室裡面滴水，共有12宗手術係受到影響。其中一名受影響嘅外科專科醫生呢，事後就曾經向院方同埋衛生署去交涉，但係呢，就竟然懷疑因為咁樣呢，就遭到院方嘅封殺，幾乎呢唔獲得再安排喺院裏面進行手術。咁被問到披露事件係咪值得呢？呢個醫生呢就斬釘截鐵咁講，公開事件呢全為公義同埋病人嘅利益啊！咁原來發生咩事呢？原來喺冷氣故障嘅期間呢，呢個醫生呢就正喺個手術室嗰度為病人做緊個微創膽囊切除手術。咁佢形容係乜嘢呢？佢就形容話嗰個手術室嗰度呢，好似一個密室咁樣喺入邊做緊嘢。咁都明嘅，咁好似冇嘢啊，係咪？咁佢話講嘢有回音喎，咁梗係啦。咁話冇風喎，好熱喎，咁我覺得梗係咁噶啦。咁做咩事投訴呢？原來就係話
有水，原來有水滴咗落嚟個病人個肚嗰度，啲儀器都有水，同埋佢哋要好緊急要用消毒藥水去抹，盡可能抹走啊！咁但係有好多水係咁滴落嚟嘅時候，你有時唔知道滴到去邊度嘅時候，你未必抹得切啊！原來係咁，呢一個其實唔係一個理想嘅環境去做手術。咁跟住佢就即係有投訴啦，就喺呢度講就係話係咪好似醫院咁講，就係話所有手術順利完成，冇任何影響醫療程序呢，冇任何病人受到影響呢？咁院方就係咁樣講，但係呢位醫生呢就覺得好有保留。咁醫生就質疑當時呢手術室呢其實係冇辦法可以維持一個無菌狀態啊！原來個重點係呢一樣嘢，因為強調有啲病人做手術呢，譬如好似換教啦。要安裝一啲金屬螺絲咧，當有細菌即係依附咗喺度咧，就會滋生，就會造成感染。佢講到咧就係病人可能係會痛1年、痛2年或者幾個月之後，慢慢先發現原來嗰度受感染，原來可以係咁大件事嘅。咁醫生咧就同院方啦、衛生署去交涉，但係咧結果咧個醫生咧就懷疑係被封殺嘅。因為有3宗已經排咗期嘅手術咧，無緣無故咧就取消咗，而佢喺嗰個私家醫院嗰度嘅手術咧，亦都係大減嘅。喺以往每年咧大概有200宗嘅手術咧，大減到得返過去10個月咧，只係得返2宗手術可以俾佢喺嗰度做。咁佢就質疑院方就用呢個滅聲嘅態度去處理呢件事件。咁其實有其他醫生都一樣係好不滿呢件事。但係擔心俾醫院去報復，咁所以咧唔敢公開嚟到講呢件事。但係呢一位醫生咧，佢就好坦然，就係話其實有唔少人問佢公開呢件事係咪值得，或者質疑佢即係點解一個人衝出嚟咁去對抗間大醫院呢？但係佢強調自己並非醫院嘅敵人，只係想提出問題，希望院方日後會改善。咁先係一個負責任嘅人，負責任嘅醫生。其實睇到呢度呢，喺邊度發生嘅呢件事，大家就唔好估啦。咁但係睇到呢個問題最後嗰度呢，因為有人質疑佢攞呢件事出嚟講嘅時候，即係質疑佢話佢係一個咁嘅問題。其實我會覺得質疑佢嗰個人先至係一個問題。咁樣都唔攞出嚟講。咁將來啲嘢咪越做越差，咁你唔再去睇緊啲嘢嘅時候，咁將來點算呢？受影響咗嘅人有冤無路訴，咁點算呢？但係我哋真係唔好怕咯，唔好怕呢啲強權，唔好怕呢啲權威，而真係要講出嚟咯。佢係為公義而發聲嘅呢一位醫生。葛培理牧師俾我哋有一個嘅提醒，佢就講到，無論恐懼係乜嘢，都要鼓勵自己去面對，然後將嗰啲恐懼交俾上帝。上帝愛我哋，當我哋認識基督並且信靠佢嘅時候，我哋就知道佢永遠唔會去拋棄我哋。係一句好強而有力嘅認信，無論喺乜嘢嘅環境、乜嘢嘅情況，都好有信心、好肯定咁樣去依靠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今日總結嘅經文好簡單啦，希望大家能夠背咗佢。咁呢個經文好簡單。咁呢段經文呢係講咩呢？講翻少少背景先，就係講緊主耶穌。嗱，呢段經文喺邊度呢？就係馬可福音5章36節，又或者喺路加福音8章50節都同樣出現過嘅。呢段經文呢，就係主耶穌對管會堂嗰個人，佢個女兒死咗，然後主耶穌對佢講嘅説話。最後主耶穌係去咗佢屋企，叫翻呢一位女兒起身。盼望我哋每一個人都好好記得呢一句經文，去過我哋餘下嘅人生。不要怕，只要信。大家一齊讀一次。不要怕，只要信。我哋同心禱告。慈愛嘅天父，我哋感謝你，感謝主耶穌為我哋嘅預備，感謝主耶穌帶領我哋嘅經歷，
感謝主耶穌去堅立我哋嘅信心，就好似當日主耶穌你親自以登山變臉去建立門徒嘅信心一樣，叫我哋好好記得起來，不要害怕，去經歷你，去見證你。求聖靈幫助，時刻提醒我哋不要怕，只要信，盡心竭力去完成天父你俾我哋嘅使命。以上禱告，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